呢個係廣州嘅 WC 為 LibraryVox.org 提供嘅錄音。2008年3月15號，中國廣州。聊齋志異之廬山道士。邑有黃生，行七，故家子，少無道。聞廬山多仙人，呼吸往遊。登一頂，有冠羽，甚幽。一道士坐蒲團上，掃髮垂領，而晨光爽邁。扣而與語，理甚玄妙，請師之。道士曰：恐焦駝不能扶。答言：能之。其門人甚眾，薄暮不習。黃具於稽首，遂留觀中。凌晨，道士呼黃去，授以斧，使隨眾採樵。黃謹受教，過月餘，手足重繭，不堪其苦，陰有歸志。一夕歸，見二人與師共酌，日已暮，尚無燈燭。師乃剪紙如鏡，貼壁間。俄頃，月明輝室，光鑒毫芒。諸門人還聽奔走。一客曰：良宵盛樂，不可不同。乃於案上取酒，分內諸徒。且足盡醉。黃自詩700人，胡灑何能遍給？道覺明岸於，競飲先朝，唯恐樽盡。而往復泣住，竟不少減，心奇之。俄一客曰：蒙賜月明之照，乃以直飲，何不呼上俄來？乃以住宅月中，見一美人自江中出，初不認赤，置地遂與人等，纖腰受降，翩翩作霓裳舞。以歌曰：仙仙乎，宜還乎，宜幽我於廣寒乎。其聲清越，烈如簫管。歌畢，盤旋而起，躍登機上，傾顧之間，以服為主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客曰：今宵聚樂，然不勝酒力矣。其置我於月宮可乎？三人移席，漸入月中。縱是三人坐月中飲，雖微不見，如影之在鏡中。爾時月漸暗，門人言足來，則道士獨坐而客渺矣。機上肴核尚故，壁上月，只緣如鏡而已。道士問眾飲足乎？曰：足矣。足以早寢，勿以朝蘇。眾樂而退。王設因無，歸今遂息。又一月，苦不可心情，而道士不傳教一術，心不能持。詞曰：弟子數百里受業先師，縱不能得長生術，或少有傳習，亦可為求教之心。今月兩三月，不過早朝而無歸，弟子在家未諳此苦。道士笑曰：我故為不能作苦，今果然，明早當顯汝行。黃曰：弟子操作多日，師略授小技，此來為不負也。道士問：何術之求？黃曰：每見師行處，牆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
Sample complete. Ready to continue?